我要努力做一個更好嘅人。呢句説話，你係咪成日都同自己講呢？但作為一個臨床心理學博士，我想同你講啊，呢句説話可能唔單止幫唔到你，仲會令你更加焦慮喎。因為當你講要變好嘅時候，其實你內心深處咧係有一個聲音話緊俾自己聽，而家嘅我係唔夠好㗎。呢種對自己嘅唔接納，就係一切內耗同自我批判嘅根源。等於你同一部你唔識揸嘅車搏鬥一樣，點會唔攰呢？林家九型嘅九型人格智慧，唔係叫你去以否定自己嘅諗法去變好，而係俾你一面非常清晰而且冇批判性嘅鏡。佢邀請你首先停低所有嘅掙扎，靜靜咁去觀察。哦，原來我係咁樣運作嘅，原來我係有咁樣嘅慣性嘅。奇妙嘅地方就喺呢度啦。林家九型可以好肯定咁話你知咧，當你停止對抗，停止去否定自己，帶住一份接納去睇清楚自己嘅時候，真正嘅改變先會自然而然咁樣去發生。因為你睇得到、覺察得到，你就有得揀啦。所以唔好再逼自己去以否定自己去做更好嘅人，不如俾個機會自己先去睇清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。呢一份接納比任何改變嘅決心都更加有力量，因為人嘅真正改變係由睇清自己、接納自己開始㗎。